下来继续过来到宜兰，为昨开始摒超大雨，苏澳的面柜街做大水，国军是出动着2车突击车 AAV 拐，甲受困的灾民救出来。宜兰消防局嘛出动着80只手灵艇，到透早5点为止，总共救出来89个人。 2车突击车 AAV 拐紧急出动，载民众疏散。坐伫咧车顶看向灾区，民众心惊胆吓，规个看过去路拢变作是河，因为苏澳做大水。 店家扛棒虽然也光咧，毋过规间店落雨烂土灌入去，卖半层楼悬。这是宜兰苏澳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四界拢严重积水。为了协助居民避难，国军用突击车甲消防人员展开救援。消防人员坐手灵艇一间一间搜救，发现灾民为1楼的年钱，甲人为2楼扶出来。 另外一边，民众为比胸坎更较悬的围墙啊爬出来，消防人员真细致扶查，就算互民众牵着嘛无怕痛，随顺手甲人扶好稳。 还佫有消防人员烦恼行路无方便，直接甲灾民爱伫咧脚车坪布帘带因离开。根据宜兰消防局统计，一直到透早5点，拢总出动80只手灵艇、152只消防车，加325位消防员，救出89个人，协助139位民众成功避难。救援的过程一直到11号的中昼。 透没落雨，嘛互白比溪中大水，一个大水头的民众伫厝内底无法度行，消防接到通报，随到场救援，无奈溪水伤过急，消防人员甲民众是共要跋倒，画面有够惊人，好在成功甲人救出来，一切平安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